台湾话馊臭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草酸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馊臭，食物因为变质、腐败而发出酸臭味。用力，这卡梅敢若臭酸气，无哪会味怪怪？这锅粥好像坏掉了，不然怎么会味道怪怪的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